雜草嘅比喻，馬太福音13章24到25節。天國好比人撒好種在田裏，在人睡覺的時候，他的仇敵來，把雜草撒在麥子裏，就走了。主耶穌喺馬太福音13章入邊用咗幾個比喻解釋天國嘅奧秘，因為比喻入邊嘅實物同埋例子係以色列人所熟悉嘅。喺呢個比喻之前，耶穌用咗撒種嘅比喻去講解真理。聽眾對於種子同埋植物生長並不陌生。農田嘅主人所撒嘅係好種子，係揀選過最優質嘅種子。主人喺未撒種之前，必定先喺田裏做好鬆土嘅功夫，預備播種。誰知主人嘅仇敵卻趁住黑夜喺田裏破壞。仇敵冇辦法將好種從田裏攞走，於是將雜草撒喺麥子裏。雜草數量太少嘅話，係唔足以危害麥子嘅生長，所以仇敵喺整件事情上面要預先計謀。佢先要搜集大量雜草，趁住主人同佢嘅僕人喺度瞓覺嘅時候，撒喺麥田裏。仇敵必定請咗僱工，或者佢有佢嘅同謀，因為佢一個人係冇辦法將雜草分散喺各個麥田裏面。主耶穌親自解釋呢一個比喻，雜草就係惡者之子，散雜草嘅其實就係魔鬼，好種就係天國之子，田地就係世界，撒好種嘅就係人子。因主喺呢個世界上面，從千萬人中揀選咗好多屬於自己嘅子民，幫助佢哋操練敬虔，活出基督，成為榮神益人嘅新生命。與此同時，魔鬼亦都會努力不懈，積極咁樣揀選自己嘅跟隨者，就係嗰啲拒絕耶穌，甚至將耶穌釘十字架嘅人。魔鬼好似遍地遊行嘅獅子，尋找可吞吃嘅人，將佢哋轄制喺自己嘅權力之下。可見麥田嘅主人雖然準備一切，撒下咗好種子，仇敵亦都不甘示弱，盡量做一啲破壞嘅勾當，令到麥田嘅主人損失慘重。主人唔係冇能力對付佢嘅仇敵，佢係為咗保護佢忠心嘅信徒，使佢哋不致跌倒。就好似麥田嘅主人咁樣，冇即刻懲罰罪人，反而暫時允許罪人同義人好似雜草同麥子咁樣一齊生長。喺公義嘅主面前，仇敵今日所作嘅惡唔係唔報，只係主嘅時間還未到。耶穌話，到咗收割嘅時候，我會吩咐我個工人先掹晒啲雜草，捆綁好，留待焚燒，然後將所有麥子收進我嘅倉裏。世代嘅終結亦都係如此，人子要差遣佢嘅使者，將一切使人跌倒嘅同埋作惡嘅，從佢國裏挑出來，丟在火爐裏，喺嗰度要哀哭切齒啦。